冇錯啦，各位朋友就係佢啊，江月灣啊！相信最近大家喺視頻號、微信、抖音都刷到咗噶啦，非常之火爆。點解佢會咁火爆呢？正因最近佢推出150平方嘅單位，之前要250萬嘅，而家只需要170-180萬就可以攞落嚟啦。佢究竟係點樣嘅呢？我哋今日過去睇下。嗱，我哋睇樓先睇園林啊！呢個蘇州禪式嘅園林設計得真係好別緻啊！平時喺度散步吹水係非常之寫意嘅。OK， 我哋而家睇嘅就係最爆嘅150平方呢個積啦。咁呢個積咧可以對標我哋現時市面上嘅4代宅。今日我哋睇嘅係板間嚟嘅，並唔係實際嘅交戶標準啦。咁我哋入到嚟第一個感覺係非常之闊落，咁當然板間佢亦都係展示俾我哋各種各樣一個設計方式。咁佢係5房4衛3套間嘅一個格局，1樓4個房間。咁現時咧佢會將1樓呢個+1嘅位置咧剝咗佢做咗客廳，就整體客廳嘅實用率係非常之高嘅。而且咧南北對流雙陽台，現時佢將主陽台呢個位置做咗一個封窗嘅處理。咁喺呢度望出去咧，可以望到我哋整體嘅園林嘅景觀係非常之舒適嘅。然之後咧，剩低1樓3間房咧係做咗個特殊處理，係將客房2個房間合併為一邊係做衣帽間，一邊係我哋正常嘅休息區域。咁我哋整體可以入嚟睇下。佢呢度咧係屬於一個豪華裝修嘅交樓標準。咁現時樣板間咧，只不過咧都係屬於一個個性化嘅設計一個推介咯，並唔係話作為個人嘅需求之處。咁呢個產品咧，佢係150個平方，但係實際我哋可以去到200個平方嘅。咁除咗其他贈送面積之外咧，佢最大嘅特點就係而家我哋呢度嘅複式上邊嘅一個套間處理。咁上邊呢個單位咧，差唔多有30個平方啦。咁好啦，現時我哋睇到呢度，可能有啲朋友仔講：哇，150方太大啦，有冇其他細嘅積呢？有，88嘅平方3房2衛，107方3房2衛，而且價格同之前真係天差地別。有需要嘅朋友仔或者中意過嚟望下嘅 ，call 我啦。